台南关田的菱角，即摆嘛当咧采收。农业局为着要协助农民来行销，将伫即个月来举办着菱角节，要来鼓励着消费者购买着优质的菱角产品。关田的菱角即马进入产季，今年为欠最罕见的面积减少，农业局估算的产量会减少1、2成。不过台南是菱角重要的产地，为了协助农民行销，农业局嘛和农会合作推出加工品，包括热销的菱角排骨和菱角面等等。其中，刚才采用有机的菱角来做的菱角茶，嘛是主要的加工品之一。尤其是菱角茶，因为要直接冲泡的。所以它必须是有机的，所以它的产量是比这更少了哈。今年的10月23举办关田菱角节，到时阵卖规划万菱角的体验，阁有各种菱角相关的活动，要请民众做回来熟悉在地农特产品。为了要让大家来体验我们林农的辛苦，所以我们当天会有下这个菱角点去采菱角的这一个体验呐，菱角除了适合直接当作细沙来食，嘛会使日菜做料理。农业局邀请市民朋友做回来食在地当钓时的菱角。